廣東醒獅係融武術、舞蹈、音樂等為一體嘅體藝文化。每逢春節等喜慶節日，必有鑼鼓齊響嘅醒獅表演，有招吉納福嘅寓意。中華飲食文化博大精深，其中廣府嘅一盅兩件廣式點心，以及係茶樓文化咧，更加係充滿生活嘅儀式感。時至今日，茶樓依然係家庭聚會好有敘舊嘅老地方。市民對茶樓嘅喜愛可謂日滿餐桌。作品採用空間交錯嘅手法，將嶺南地區兩大文化特色醒獅同茶樓文化自然交融至同一場景之中，以獅鼓為底座，與中國製鼓工藝遙相呼應。台上面嘅粵式特色點心喺蒸籠裏面釋放出煙火氣，喺雲霧間化作長雲，並喺繡球上面躍出一對舞獅，登台採青，喜事成雙，鄰里間一邊交際，一邊觀看舞獅，場景非常之熱鬧。